乡亲啊，继续来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日是邀请到立法院的秘书长张万来做专题报告，主题是总统到立法院报告国情。啊，这立委罗志强一徛就台就炮轰，讲若毋是采用马上问、马上回答这种的方式，归去登去法面册就好。啊，黄国昌是讲潘平安当初有答应，讲总统是毋是要避顺尊重立法院？黄国昌是请赖清德会记哩伊的幕僚长做出的承诺。不过张万来讲，美国、法国过去拢无这款的形式。如果不能及时询答，你总统去写脸书啦。我们都不用审了啦，这个案子不用通过了啦。互相伫咧小结，爱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佮采用随问随答的方式，嘛提出前总统马英九做比对。问到宝记者会的马总统啊，是，然后叫做气死我的蔡英文啦，哈，你觉得谁比较尊重民众知的权益啊？当然，马总统比较，对于民意的尊重是比较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若被伫咧上面焦点放伫咧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问答方式，啊，秘书长周万来嘛认同，爱总统问答有危险的记录。各个国家对于宪政的设计并不完全一样啦。美国的国情的报告，当然报告完，总统就离开了啦。潘孟安接受访问啊，公开表示。备询与否啊，会尊重朝野协商，就尊重立法院的决定啊。好，我希望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能够记得，很多时候同问同答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好，因为你没有办法问倒他。民众党嘛当这改革，爱司法委员会关键排设，最后民进党团是真不判，借这个机会来甲周万来骂。秘书长都拢安尼，我恁家去看。哦，不是。啊，有迄落代志。庄委，我这样报告，可能你安尼袂使啦。我知道，你算老先讲。我收回。你无猜恁韩国已经50几趴，用你这个做秘书长，现落30趴，我甲你讲。但问题请周万来说明其他各界状况，不过周万来讲一句，家己去看，或者会是愈笑愈美。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